再镜头来中华二水的复兴社区，甲在地的少年人合作，邀请真出名的画家来这开画图的课程，互大家甲乡内的特色人物、抑个实物甲历史拢总画出来。即阵这作品嘛，伫二水车头举办成果展览，带乡亲同齐来看二水的水。时代伫中华关田古迹二水车站内欣赏家己的作品，有庄内的土地公庙。 美丽风景，阁有自画像。我想讲画家己啦，我想讲后生头前有画较水，结果袂晓画，怎甲画这件？阮社区的时代其实本身无啥物画图的基础啦，因为透过这个社长来教社区的时代画图，发现阮社区画图进步真济哦，老伙仔是大人只愈画愈水呢。 中华二水的复兴社区甲乡内的青年合作举办画图课程，互长辈动手嘛动脑，画出一本属于家己故事的册。真侪阿嬷因可能感觉拢住庄卡所在，然后伊感觉也无做啥物啊，无啥物精彩故事，但是以我的感觉是，我感觉因的一生是足趣味的。我想要互因用画图的方式，然后做一本册。活动呢，大家拢真欢喜。 然后轻盈共创，甚至说少年人伊嘛带因家己的囡仔吼，然后大家就三代同堂，和乐融融。社区表示，二水乡虽然是中华县人口上少的所在，但是愈来愈侪少年人投入社区营造，透过无共世代的合作，毋但长辈变甲有自信，嘛互更较侪人熟悉二水乡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